因应大罢免，各政党拢开始宣讲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是带领行政团队到花莲宣讲，讲爱大家斗阵排除民主的障碍。也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参国民党的立委到苗栗宣讲，批评民进党只是想要透过大罢免打击在野党。也那民众党也会伫明仔载为新北邦桥开始因的第一场宣讲。大家都站起来！支持者也飘鼓旗啊！民进党立民是头家正式宣讲会，日由行政院长杜英泰领队来到花莲，直接来到国民党团总调吴坤基的选区。其中立委会主委邱瑞正是头一摆落乡开讲，也拿杜英泰是强调是甲上强的阵容放伫花莲，也讲到政府继续伫做花莲地动西后的重建甲强化观光，不过伊也讲爱大家排除民主障碍。咱不仅要排除阻碍咱发展的障碍，咱要来将花莲排除台湾民主的障碍，排除对国家持续发展的障碍，我们用力把它排除掉。现场民众在咧喊口号，对着大罢免，国民党也启动反制。党主席朱立伦日率领国民党立委来到苗栗举行反制污民政策说明会，加反恶霸誓词大会。大天被连续罢免的泛蓝立委柯定君、陈超明，朱立伦强调，立委监督有算是职责，批评民进党只是要经由大罢免，加在野拍赌。行政院今天还在各地搞大罢免，就是要斗倒在野党。这个是关键的时刻啊！我对苗栗县有信心，一定可以挡住这一次民进党的恶霸。那国民党、民进党落乡，民众党也启动人民要当家宣讲，头一场23在新北邦桥登场，强调宣讲目的不是处理大罢免，而是要突破执政党政府违法乱纪的白话话。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民众党连续落乡，讲述理念有了条约攻防会更加严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